今日同大家詳細拆解半截眉、野生眉嘅設計同埋畫法。設計半截眉、野生眉。首先，香港潮流日新月異，半截眉夠晒獨特，一畫上即刻脫穎而出，展現個人時尚態度。而且半截眉對於修飾眼型超有幫助，能巧妙拉近眉眼距離，令雙眼更有神采，增添少女般嘅靈氣。野生眉嘅效果自然逼真，好似天生麗質，唔本會有濃妝感，日常出街或者工都好適合，輕鬆就能成為街頭靚景。講完設計嘅好處，依家另一邊講畫法。首先一分為二，慢慢畫出弧線，呢個步驟好考功夫，要準確定出眉脊位置。眉脊就係眉毛嘅靈魂所在，決定整體輪廓。跟住用一條細弧線去對接組合成人。畫人字線嗰陣，記住要慢慢淌落嚟，力度上要有輕重輕嘅變化，好似羽毛飄落咁自然。收尾嘅絨毛線用反弧線去畫，模仿真實眉毛生長方向。呢啲線畫完就可以畫眉尾，先畫弧線再畫直線，以弧線做中心線，一路往後對接組合。人字有垂直慢慢傾斜倒下嚟，整個框架完成，再重新穿插組合人字線，最後用絨毛線修飾眉形，令眉毛嘅野生感更加突出。